如果你溫 OSCP 嘅方法係見到一條 command 就抄低一條，見到一個 post 就收藏一個，去到陌生環境先再逐樣撞，咁你可能記低咗好多工具，但仲未建立到解題方法。PWK 原教材真正想訓練嘅唔只係識用邊條 command， 而係當資料唔齊，下一步唔明顯嗰陣，你點樣作假設，點樣揀測試方向，再根據結果修正。今集我哋唔講 exploit 細節，先拆清楚成套課程點樣由有人帶住你做，一步一步加大不確定性，去到你要自己決定下一步。呢個框架搞清楚之後，你先容易判斷自己係未識個 technique 定係其實未識將 technique 串成方法。教材用咗一個幾準確嘅比喻，滲透測試比較似 poker 唔係 chess。玩 chess 嗰陣，棋盤上有咩棋，每隻棋喺邊，雙方都睇得到，規則同狀態係公開嘅。但做 penetration test， 你唔會一開始就知道目標部機裝咗咩，邊個 service 有問題，邊條路最後行得通。你攞到嘅只係部分線索，所以要先作假設，再評估邊個可能性較高，落手測試，然後用結果更新判斷。呢度要分清兩層能力，第一層係 technique， 例如 information gathering 同利用漏洞 privilege escalation lateral movement 同 pivoting。 第二層係 methodology approach 同 attitude， 即係你喺陌生情況入面點樣諗，點樣行動。實用比喻 technique 好似你工具箱入面嘅工具， methodology 就係你面對一個未見過嘅問題時，知道先檢查邊度，點解揀呢件工具，同幾時應該停低轉方向。PWK 係想兩層一齊練。去到課程結構，原教材有個細節要直接講清楚。原文寫 PWK contains 7 learning modalities， 但下面逐項列出 learning modules、demonstration module exercises、application module exercises、capstone module labs、assembling the pieces， 再加3類 challenge labs。如果3類 challenge labs 分開數，條清單其實有8項。呢條片唔會擅自幫原文改數字，所以你記概念就得，重點唔係考你7定8，而係呢啲階段排成一條由低到高嘅 uncertainty spectrum。最前面教材俾你最多資料同指示，越行去後面情景越開放，你要自己判斷用邊個 technique， 點樣將幾個 technique 接埋一齊。換句話講，唔確定性增加先係成條學習路線嘅主軸。而家逐層睇 learning module 係冇或者低不確定性，你主要睇文字同影片，亦可以開 lab 跟住教材輸入 commands 同做操作。呢個階段唔係要證明你識估，而係先將概念同基本動作行通。下一層係 demonstration exercise， 重點係照住示範做，睇清楚一個 concept 點樣落地。再下一層Application exercise 就唔係原封不動抄一次，教材會改一改個 scenario， 你要將頭先個 concept 套落新情況，跟住到 capstone lab， 不確定性再高一級，你要自行判斷，而且可能要混合今個 module 同之前學過嘅技巧。原教材版本寫有22個 modules， 唔計 introduction 同最後一個 module， 建議路線係每個 module 都完成 reading 或 video。Demonstration、application 同 capstone 之後先落 challenge labs。呢個數字屬於原教材版本，唔當成2026年永遠不變嘅規則。真正要保留嘅學習次序係先理解，再照住做，再變形應用，最後先由頭到尾自己砌。做完一個個分開嘅 module， 唔等於你自然識做完整。Penetration test， 所以中間有 assembling the pieces。原教材形容佢係 modules 同 labs 之間嘅橋樑，提供一個細型 penetration test 嘅完整 walkthrough， 範圍橫跨5部機。留意係 walkthrough， 即係仍然有帶領，佢唔係突然將你調入一個完全冇提示嘅環境。佢嘅作用係俾你第一次從頭到尾睇到啲技術點樣串埋，前面填到嘅資料點樣影響下一步，由一部機去到另一部機時，思路點樣轉，點樣保持 notes 同證據。實用比喻，之前每個 module 好似分開學踩油、剎車同扭海。Assembling the pieces 係教練坐喺隔籬陪你完整行一次路線。Challenge labs 先至係逐步減少提示，叫你自己揀路。跟住係 challenge labs， 呢度我要再加一個大 label， 以下係原教材版本嘅 lab 編排，唔代表 offset 平台日後一定保持相同編號或者基數。原教材將 challenge labs 分3類，
Labs 0至3係 Scenario-based Labs，由一組互相連接嘅機器組成。目標包括打入 Active Directory Domain，取得 Domain Administrator Account。Labs 4至6係 Exam-like Labs，每個由6部 OSCP 加 Machines 組成，用嚟模擬考試體驗。Labs 7至10就係更高難度同更高複雜度嘅 Advanced Scenarios。原教材亦清楚話呢組已經超出 OSCP 加 Exam Scope。點樣用呢條路線？唔好淨係用爆咗幾多部機衡量進度。前一層如果仲要成日睇 walkthrough，下一層就應該先練識整理線索同解釋自己點解揀下一步。呢句係根據 Uncertainty Model 整理出嚟嘅溫書建議，唔係 offset 額外 exam 規則。講到 exam 就要同原教材版本分開。截至2026年7月30日，Offset 官方 exam guide 寫明 OSCP 加有23小時45分鐘作答。exam 完結之後，另外有24小時提交 documentation。計分係3部 standalone machines 合共60分，再加一組3部機嘅 Active Directory set 40分，總分170分合格。官方 FAQ 亦寫明現行 exam 已經冇 bonus points。仲有2點同我哋平時用 AI 溫書好唔同。第一 ，exam 期間禁止使用 AI chatbots。第二 ，professional report 要有足夠步驟同證據，令技術上合資格嘅讀者可以重現結果。所以你而家可以用 AI 幫手理解教材、整理概念，但練習時都要保留一段完全唔靠 AI 嘅解題同寫 report 時間。最後呢句係備考建議，禁止 AI 同 report 要求先係官方規則。最後收返落你自己嘅溫書方法。第一，做 learning module 同 demonstration 嗰陣，目標係理解概念同確保基本操作行得通，唔使扮到自己一開始就完全獨立。第二，去到 application exercise， 唔好只保存 command， 加一行 note， 寫低 scenario 改咗邊度，同點解原本個 concept 仲用得着。第三，做 capstone 或 challenge lab， 一卡住就先寫低你而家知道乜，未知乜，最值得測試嘅假設係乜，之後先決定睇唔睇提示。呢3點係我根據原教材 Uncertainty Spectrum 整理嘅實際做法，唔係官方硬性規則。今日最重要嘅 recap 有3句。第一 ，penetration testing 淺 poker， 資訊唔齊先係常態。第二 ，PWK 同時連 technique 同 methodology， 唔係淨係儲 command。第三，原教材內容同現行 exam 規則要分開睇。截至2026年7月30日，現行結構係23小時45分鐘 exam 加24小時交 documentation， 70分合格，冇 bonus points， 而且 exam 禁用 AI chatbots。下一集會由最實際嘅環境準備同 notes 方法開始，逐步將成套教材變成可以睇片溫習嘅廣東話課程。